倫敦巡演姜濤預告6月澳門開巡迴，喺原音樂劇歌劇魅影自認唔識唱歌，解釋點解唔赴 Wyman 飯約。姜濤首個人海外巡演首站日前於英國倫敦圓滿舉行。姜濤演出期間喺台上由團隊協助抹汗、整理妝髮，並趁機同粉絲閒談。透露演出前特登前往欣賞著名音樂劇歌劇魅影，更搞笑地大談觀後感。聽完佢哋唱歌，自己真係唔識唱歌。姜濤介紹當晚有一位佢一直敬重及經常幫助佢嘅黃偉文，並自爆每一次 Wyman 老師話好難約我食飯，我真係好怕醜，我唔係好識講嘢，但係今日想喺台上面講，你永遠係我最中意嘅作詞人。如果我有機會再嚟，希望你次次都嚟，幫我寫多啲歌。首個巡唱倫敦啟航，姜濤最後更加帶嚟驚喜消息，正式宣布巡演將於3月29日移師多倫多，4月4日美國雷諾舉行，而下一站將6月登陸澳門。郭晶晶一家5口行山享家庭樂，霍啟剛檢討郊野資源管理問題。霍啟剛同郭晶晶尋日各自喺社交網分享同3子女行山嘅相片。霍啟剛留言：過去2星期喺北京參加兩會10幾日，除咗跑步機上跑下步，真係冇乜機會運動。返到香港，趁今日星期日風和日麗，一家人一齊去行山，既健康又可以享受家庭樂。身為議員嘅霍啟剛發嘅長文當中，大部分提及咗早前發生幾宗事件，令我哋不得不反思郊野資源嘅管理問題。至於郭晶晶嘅留言，以 family time 出發，週末天氣唔錯，一邊爬山一邊欣賞沿途嘅景色，睇到唔同嘅植物同埋昆蟲，亦都會引起孩子嘅好奇心。停低落嚟睇睇研究一下，二人各自嘅自拍照都係以伴侶同孩子行喺前邊嘅背影合照，當中素顏嘅晶晶嘴唇有傷口，但係都係咁靚。而霍啟剛嘅自拍影到下巴超長，被網民取笑臉10米長。